美聯樓價指數最新報143.05，按周升1.1%。若果以3區劃分，美聯港島樓價指數最新報149.79，按周升0.23%。九龍樓價指數最新報150.19，按周升1.24%。新界樓價指數最新報129.64，按周升1.27%。至於美聯信心指數最新報81.8，按周微跌0.1%。新盤表現理想，樓市氣氛持續向好，信心指數跌勢進一步收窄，唔單止連續9星期企穩80點以上嘅高水平，更持續高於平均值，預示樓價有力延續升勢。喺全港3區之中，減價盤比率最多嘅3個區份，分別係天水圍、馬灣、珀麗灣、荃灣。若果以單位面積劃分，減價盤比率最多嘅係實用面積約431至約752平方尺嘅單位，其次係實用面積約753至約1075平方尺嘅單位。